輕重量級冠軍戰冇咗鋪攤，邊個接戰？得來打場冠軍戰，扭傷有失佢一樣搞掂。有大總統加持，少咗場 Flyweight 冠軍戰一樣冇事啊！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我係 Anthony。喺美國邁阿密舉行嘅 UFC 327 Ili Prochazka 對戰 Carlos Ulberg 嘅輕重量級冠軍戰，已經喺美國時間4月11日順利落幕啦。由於原 Light Heavyweight 冠軍 Alex Pereira 決定再升榜上去挑戰打呢個重量級嘅王者寶座，6月14日殺入白宮同 Ciryl Gane 爭個臨時冠軍。結果鋪攤本來坐開嗰個輕重量級冠軍位，就咁騰空咗出嚟，俾兩位大哥爭啦。本來當晚仲有場 Flyweight 冠軍戰嘅，由新任冠軍緬甸選手 Joshua Wang 出戰日本新星平良達朗，但係 Joshua 喺臨開賽前1個星期宣布受傷，所以呢場冠軍戰就未能如期當晚上演啦。不幸中之大幸，係估計 Joshua 嘅傷患應該就唔係太嚴重嘅，場 Flyweight 冠軍戰就順延喺5月嘅 UFC 328先再打啦。講翻5場 main card 賽事，3場頭盤，第一場 Featherweight 嘅比賽 ，Cub Swanson 第一回合龍軍 Let Landwehr， 最終 Swanson 以 TKO 贏得佢退休前最後一場勝仗。第二場 Light Heavyweight 嘅賽事，Dominic Reyes 同 Johnny Walker 試探足3個回合，結果 Reyes 以 Split Decision 勝出賽事。第三場 Heavyweight 嘅比賽 ，Curtis Blaydes 全程3個回合俾 Josh Hockey 打到血流披面，最終 Hockey 以1致判定勝出。以上3場賽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多啲，記住留言話我哋知，我哋盡快補翻俾你哋。跟住係當晚嘅 Co-Main Event Light Heavyweight 大戰，由排名第6俄羅斯選手 Asaman Musakanov 出戰由重量級升榜上嚟嘅巴西選手 Paulo Costa。升榜上嚟打輕重量級嘅 Costa 表現果然比喺重量級嘅時候好啊！全程 Costa 係咁腳踢 Musakanov， 啲低數一度掃到俄羅斯人失去平衡添啊！第二回合 Musakanov 叫做有翻少少優勢嘅，一度嚟個 full sweep 送咗 Costa 落地下打，但係去到第3回合 Costa 就火力全開，喺一輪連環猛攻嘅狀況之下，終於去到1分23秒 Costa 一個右高踢，將 Musakanov 踢到暈下，慢慢自由落地，就係咁樣 Paulo Costa 以一記 head kick KO 勝出賽事。打完場比賽 Joe Rogan 上台做訪問嗰陣，Costa 當然要多謝親臨睇比賽嘅大總統 Donald Trump 啦。被問到升咗榜上嚟輕重量級有咁好表現 ，Costa 會唔會繼續打 Light Heavyweight 唔翻落去中量級㗎 ？Costa 就話要同教練傾一傾先。大家又覺得 Paulo Costa 喺 Light Heavyweight 打得好啲啊，定係回歸翻去中量級嗰度會好啲呢？留言交流下。全晚焦點輕重量級冠軍戰兼 Main Event， 由排名第2捷克選手怪鳥 Ili Prochazka 出戰排名第3新西蘭選手黑豹 Carlos Ulberg。整個賽事發展可以話出人意表啊！本來怪鳥一開始嘅時候就一輪 calf kick 都已經踢到黑豹隻左腳喐唔到咁滯啦。去到比賽中段 Ulberg 喺一次移動期間重心轉向出咗問題之下，仲扭傷埋右邊膝頭，兩隻腳都報廢晒。照計 Ili 呢一場就穩勝不賠啦。點知賽事去到第1回合嘅3分45秒 ，Ili 放下戒心上前進攻嗰陣，就俾後退緊嘅 Ulberg 一個左勾拳轟中 Ili 個頭，結果 Ili 即時倒地 ，Carlos Ulberg 以 KO 贏得佢首條 UFC 輕重量級冠軍腰帶啦。打完場比賽 ，Joe Rogan 上台訪問嗰陣，都問下 Ulberg 隻腳到底有冇事㗎？Ulberg 就話打嗰陣右腳擺動嘅時候，真係聽到 pop 咗一聲，估計有失就一定出事㗎啦。不過萬幸都贏到比賽嘅，難得贏到比賽 ，Joe Rogan 當然要恭喜下呢個獨腳拳王啦。至於落敗方嘅 Ili，Joe Rogan 上前做訪問嗰陣 ，Ili 就話都見到 Ulberg 比賽途中右腳係傷咗嘅，自己出於同情冇對佢出手太過狠，結果咁就輸咗場比賽啦。Ili 話佢今晚上咗人生中好重要嘅一課，對在場支持佢嘅人表示致歉啦，但係佢一定會再戰黑豹，
然後就眼濕濕咁離開八角籠啦。大家又點睇呢一場黑豹對怪鳥咁得意嘅冠軍戰結果呢？埋嚟留言傾下偈啦！五場賽事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啦，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啊！下一場數字賽 UFC 328將會喺5月中上演，兩場冠軍戰 Middleweight 冠軍戰，美國名將 Sean Strickland 挑戰衛冕冠軍狼王 Khamzat Chimaev， 順延嘅 Flyweight 冠軍戰，緬甸王者 Joshua Wan 出戰日本新星平良達朗，唔知今次打得成冇啦。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熱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熱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